大头吗？嗯，好的，那么那个首讨论一先下要问候大家공급사에게 섬주시한 안착지도 안 되는데 问候大 그러면 家身 그지게 体 지시 健康。那 대마무리 么 주시하도 심그래 接着我们继续来上这个春季课程试试法50颂。어다 드네 인주산다디 급스바바디 아주 거와토 요아르스타나 那么首先我们现 네 在讲到哪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가자 스타트야 급스바바디 딱 그거 지들 줘봐 也就 사들 또 是 해봐 그거 第二个 지들 部 줘봐 分 사들 云和 나한테 修 기회 静。해보지 뒤나로네 那这里分为 라마 8个 소부 部分。 디제스면 다 드린데 那么前 지라디 面的 라메 제다 콜라 지들 차와사 드는 마 쉬어도 사래 这个部分讲过了。那么接着要 라마메 讲 제다 的是 콜라 第四 지들 个， 차와디 슈 对上 뉴산다 师财 데려야 务及其眷属应该 지게 如 들고 何行 살아있잖아 事。那这里的 라메 颂文 제 是 소시 대 누구와 라마시 라메 코네 守护 옌신도 师 냐버샤가 财 따도 务，犹 쌈세바 若己生命，于彼 아 直 되게 世 리자 人， 게르 되게 如亲常敬奉。 이래도 와 다 那 잔제 공부 投影出来的 진짜 마셔야 是 되나 梵文、藏文、中 네 文的一个比对，还有英文。 라마스야디 那么首先我 콘테스트 们看 와 一下印度注解。上师啊，这里的 담아주시 颂文中提到的 마시지 上 또 师，或者守护师财务的师哦， 알라소 다 라마네 콘테스트 와 这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라메 제네 上师的意思哦。 소시시사 제스 那么接 하디 着 고아코 是谈到 고여르잖아 物 아는 啊， 노르코 라메 규노르 守 라메 护师财务的物， 라메 다도 수미 규노르 사마르야 라메 那 구유 或者 차지 说就 기존 是财 공부와 务，它指的就是다 财 텔라야 富。 예와 체베이나 난게 노도 치노 나마 那这里 뉴스노레스 又可以 난게 分为 노르사데 内财 아니 세다 和外 킬레 财 소바 两 지진낭 种。 노르레스 像 에네 是内 시 财指的 딘데 像 킬레 是 소바 金 그 银啊 치노 等等这 노레스 些东西，然后外财它指的是像 다 파지 田地啊、규야 房 예와도 屋等等 켜야 这些， 네버 지들 지 삼당 우메르 也 지세다 就是우메스 一般会说就 라소 是 라베 动 키는 产或 드라이어 不 됐어 动产，大概 아니 可以这么 나노르제 讲吧。 신다 킴라 써봐 아니 라베 키는 드라이어 됐어 所谓的内 아니 财 치 就 노르제 是这个动产，다 那 됐어 아니 房屋啊 소리 等等这 무슨 些就 자 是不 소세 动产。 아데 소고 왕볼 파이 再来生命呢，就是指 시인세 命 아데다 根。 소 잡고 那么如 말해서 同这个 고르제 字哦，就是表示相似，就是다 说，대 두바 要守护上师的这些事物，就像 라마시니사 守护自己的生命，如同是这个 다 意思。 될래야 되다 接着呢，这 잔제 里有一段 나로래야 说， 라메 上师 두바 所爱亦如 라마시니사 지 师哦。 요리도와 那么，那就 다 是我用的 라마시니사 是近代的一个 라마키치샤 翻译哦， 그랬어 比较清 라메 楚，跟藏 두바 文。 세아데 고아고 요르스나 那 라메기 这 닌게 里提到 두바 如师，是指如同 야나 上师一 아 般， 잔제 나로래야 意呢就 두바 是 세아지 总瓜的意思。 지도 那 사도다 두가도 마스 대가르사나 라메기 투게베 주무 단도나 那么上师 라메기 的 성인 所，它指的 아 是那这里上师的 내정바 所 나로야다 爱 고 성인 或 리요리 거르바 爱气哦， 라메기 它就 성인 是 데르 指 고고 요르 上师샤나지 喜爱 라메기 的这个 다 세드 지로 妻子。 고넨 지 那最主要是指说，当时很多这些 다 上师还是 그래 于切氏的情况之下，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 대 코네 년신 두사 들려야 아니 那接着 잔제가 一句 나로라 是 대 说， 디야 년신 두사 啊、지 지지 용디도 와 也是另外一个译本说，上师眷属如亲 라메기 属哦， 코르 它就是世间的这些 라메기 眷属亲属。 십지슈니 라메니 와도 예바 那么 그거를 也就是说， 라마레야 上师 투다니 这里他 오야바디 的世间用了 어다 世间这个 디솔라 词哦，它指的就是上师的라메 眷属，코르니 他的 년신 近侍等等。 다데조야 랑게베 년능신체네 那么总之呢， 랑게베 就 년세와 是 능신체네 弟 도스다 子呢应当 다다 安住在等 디시오브레스 持，然后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냠바르샤베 的 샤디기 啊、保 냠바르샤바샤 护上师 지시와 的财物等等。 어
냠바르或者샤과사데 냠바르 샤과사데 亲友等 가르사서 等。넘버 영어 那 매베 么再来这里有个词叫做依于等 아니 住哦， 영어 它就 매베고 是说不 아니 散乱的意思。那刚刚 다 说要安住于等值或者等住，就是不散乱。 때까치고 그랬어. 再 근데 来一个就 인도사도 是说要 기본은 长 라메기 进凤哦，有 구주사제 很长。 랑 소신도 배 뒤다도 또 소신도 배 然后 소도 另外一个翻译或 배 者比较 제번 接近 누구도 藏文的是 안에 说要 라메기 依于 인도 等 주마 住， 라메기 恒思 투게베 维。 딱 가서 恒思维就是应该 그래서 要经 안에 常 그 这样子观察和思考。 가서 所以总之呢，就是弟子应该安住在这样子的等持不散乱， 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保护上师的财物， 还有如同恭敬上师一样的所以这里都是印度的这个注解。那么，所以前面有谈到说安住于等持哦，它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厚德还有等持这两者差别中的等持，不是，它这里的等持就是一个不散乱的意思。所以就说，身为弟子要不散乱，然后总之要守护上师的财物，像保护自己的生命，还有就像如同恭敬上师一样的，要恭敬上师母，还有如同取悦自己的亲人一样，要取悦上师的身边的这些眷属、亲人等等，然后要经常这样子去行持。这是印度注解的一个解释。那在这里做一些补充，我想引述一些上师的一些解释。上师对于这一句说“上师诸物如自命，守护师财物犹若己生命”这一句，我想引用的是法王米支多杰的《百段教言》当中有这么一段解释。这里法王米支多杰就说，尤其是在密室当中应当像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上师的财物。因此，除了将上师的财物用于上师，比如说他本人指定的目的之外，那如果是自己擅自去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判断，然后声称说我要将这些财物等等用在行善方面，就算是用在行善方面，因为并没有按照上师指定的而做，而是自己擅自做的决定，那法王米支多杰说这也是极大的罪过。接着他也继续说到说，同样的对上师的一切行为也应当要如此的看待，等等等等这样的解释。所以意思就是说，要依照这些财物的运用，主要是要依照上师本人的指定的目的而不是自己擅自判断的。或者说自己猜想或自己就很擅自的判断这样都是决定，这样都是不行的。所以前面这一段颂文你可以看到，对于上师的财物，对于上师的上师妻子、师母，或者说上师的眷属等等。所以其实在很多的过去祖师的传记中，都有看到类似的一些情况的，就是有这样的公案的。譬如说像密勒日巴尊者，他对于马尔巴大师他的上师是非常非常尊敬的。他不仅是马尔巴师为上师，而且他也将这个马尔巴大师的师母妻子，就是师母达美玛、吴我母，还有呢他们的儿子达玛多đệ等等，也都密勒日巴也将他们都视为上师。像是故事当中，尊者的传记当中，你就看到当时密勒日巴他也侍奉这个师母，就像上师一样。像他当时就担心师母这个要挤牛乳太辛苦了，那他甚至就蹲下来
当做像是那个叫像凳子一样，这让师母可以有一个依靠的地方，或者坐在上面，而这个啊、挤牛乳。所以不只是对于师母是这个样子，像上师一样的侍奉他，对于马尔巴大师的儿子也是一样的。还有呢，依据清史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大成就者林蕊，他第一次来到泡木主巴去见他的时候呢，当时他38岁。总之，这段记载说，在冬季的第18日就是太阳即将回归之前，有这么一段形容就说他就见到了这个众生护主，这泡沫主巴坐在法座上，在见的当时呢，不仅是他当然升起了无量的信心，对上师当然升起无量的信心。记载中说，这个令惹这位大成就者，甚至觉得呢，那里的树木和鸟儿这些等等，都像是，可能是就感觉都像是上师的画线是一样的。还有过去的直贡的这个吉田松公大师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也是去觐见泡沫主巴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对那边的一些僧人的行为有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心中呃有一些说辞，就觉得对他们行为不满。那举例来说，当时这个吉田松公就看到那边的一些僧人，有一位叫格西桑耶巴，他将一碗酸奶的价格，他还卖出去，卖出了劣质的就5升的谷物。那这位格西桑叶吧，已经算是当时，呃，泡沫主巴弟子里面算是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位弟子了。他就想说，这样的一位高僧都是这样的，更不用说是其他的僧人了。所以他当时就对整个僧团呢就失去了信心。但是呢，吉田松公呢，他是一位这样，他的智慧是非常敏锐的。他一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自己就认识到说，这是一种障碍。然后呢，他就向当时僧团的每一位出家人，他都各顶礼3次，然后同时尽可能的向这个僧团呢行，说七支供养。那很多人看到他这样子做，刚开始人们还说，他只是装模作样在那边这样子拜。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大家就说他真是一位有信心的人。所以当时很多人说他是装模作样的，但是后来才真的感受到，今天宋公这样做，就是对每一位僧人都顶礼3次，他是一位有信心的人。所以当时吉田宋公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一开始不以这种装模作样来调整自己，内心也很难升起真正的信心和恭敬。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有点像说，从最开始那种信心和恭敬，它是造作的。那但是你一开始你也是要试着去造作出这样子的信心和恭敬，来调整自己，慢慢才会升起真正的信心。那以上呢，就是我想引致的一些公案，还有一些这些记载来说明上面那个颂文。好，接着我们继续来讲解《世事法五十颂》的内容。首先我想讲一下就是科判那现在讲到哪里？我们从科判来看。那么前面最开始有跟各位讲到有如何修静的部分，有分8个。这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科判有这8个部分的。那么前面的4个部分呢，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接着要讲的是第5个，就是各种行为呢都应该要清净。那各种行为都应该清净的部分呢，分为
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是要遮止不如理的行为，那第二个是要抑制如理的行为，第三个所于遮止不如理的威仪等等。那么首先我们讲的是第一个其中第一个遮止不如理行为，它又可以分为两个，于师能见的周围近处应该要做什么，还有以及于师能闻能到。도난체과 군주 가리게봐. 야 라메기 쟁기 머시브 이네야. 아니 라메기 년기 코사서마다 쟁기 머시브서 지고만다. 라메기 년기 코살래야. 所以第一个是于师能够看见的周围情况是怎么样，那第二个是上师他能够听闻到的范围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做修学。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谈到现观庄严论里面用的偈颂，有提到透过恭敬、供养、承事，还有透过修行的方式亲近善知识。如果跟这里讲到的内容相结合来看，接下来这一段几段主要讲的是关于恭敬的这个次第的部分。所以以下呢，主要是关于如何向上师我们表达出这种恭敬的有几个颂文。这些大部分是看起来，就是从文字上来看是比较容易解释，也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要实践起来是真的很不容易的。而且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实际这样去运用跟实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尤其是很多，如果有些人是经常会见到上师的，比如说有些人就比较有机会很时常会见到，或者在善知识上师身边，或者是这个担任上师侍从的人呢，就是这些侍者们，那他们来说呢，接下来这些内容，我觉得也是特别必须要知道的。所以这些内容主要包含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去表达恭敬的一些指导。那么虽然说表面上下面这些内容主要谈到的是身体还有语言方面，这是行为上、语言上的一些表达恭敬的内容方式，但实际上来说，对于一个弟子来说，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对于这位弟子来说，真正最值得感恩，还有他最应该表达恭敬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上师，也就是金刚阿舍利。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上师是我们最感恩的这样的一个金刚阿舍利，所以这些下面的颂文真的是很清楚说明了我们应该要符合善良的正确的这个方式向上师来表达这种恭敬。所以这些内容，我觉得不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要如何对待自己的上师，我觉得也让我们明白如何很恰当的向其他的这些圣者表达一种敬意。其实讲到这里一般来说，我们说会要去判断这个，比如说判断一个人他的文化素养是怎么样的。是高是低，我们会说要透过观察这个人的行为举止是怎么样的。同样，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国家，
要判断他们的这个国家它的教育水准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进步的，还有它的像是历史啊、文明各方面是不是很发达。主要也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具备良好的品德，还有他们的礼节等等等等。那么在藏族文化当中，过去也有这样一句谚语：见解啊啊，就是说见解虽与神明同等行为却应该要顺应世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藏族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视这种品德相关的这些文化内容的，所以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藏语当中，这个敬语可以说是我们说世界上很多种语言嘛，所以是世界上各种语言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敬语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系统之一。很多学者研究者都这么说，有这样子提到过，甚至可以专门呢为这个敬语呢编撰一部词典敬语的词典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就是这么丰富的敬语的使用，所以代表这个藏族的先祖们，他们是很重视这个品德的。就像过去有一句话说：“高尚与低俗由行为区分，高尚者精通礼节与恭敬，低俗者只知睡眠与饮食所以这段话也很清楚的说，好像区分高尚跟低俗，其实主要就在于我们身体的行为是什么，我们用的语言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过去藏族的这些先祖们前辈们，他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无论是这个世间法上也好，当然出世间法上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品德、礼节、礼数的。同样，我们看到这个佛教里面来讲我们说有戒、定、慧三学，那这个三学的基础就是这个戒律，而戒律呢，主要就是跟我们身体的行为跟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举例来说像我们看到律典、律藏当中，这个数量最多违反就是数量最多的提到的一个就是恶作。总共有112条这个戒条，其中包含了什么呢？就是譬如说跟穿衣方面相关的有10条，跟行走方式相关的有20条，跟坐姿相关的是9条，还有比如说当时僧众要起食、托钵起食，所以跟起食方式相关的有8条，还有跟饮食方式相关的21条，还有那个钵具要保管，所以跟怎么保管钵具也有14条，还有跟说法方式相关的有26条等等。可以看到上面这些全部都是跟什么呢？跟我们身体的行为、跟我们的语言有关系的一些规范。所以我们说，在佛教里面，尤其在藏传佛教里面，也特别重视，会说一个人的见解或证悟是怎么样的，是否高深。但是如果说一直只是在看这些见解和证悟，是怎么样的高深，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信仰，或者一种盲目的崇拜的一种情况，崇拜的情况。因为你很难说马上或直接的看到或经验到这样子一个人，推测出一个人他是否具备见解这种或高深的见解或证悟。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真正重要的是 다는 什么？ 힘 주스 就 배 是 기준이 나로라 이네 하다 其他人 미제 我们能够亲眼 미제 看 그러면 到、 대화 经验 실력이 到的， 대화 심주 就是 수비 他们的行为， 전제 这是一 전제라 个 대화 正确良 기준이나 好的 서다 리온디 行 대화 为。 다 디디에 가서 야부 同样在 사과 菩 이네 萨藏 아니 当中啊，关 심지는 于恶作的 죄지다 部分， 심지는 就是 내가 菩萨的戒 기준시 律当 내가 中， 잡아 也 예배게 有违背像摄 지 善法 내가 戒有 망고시 가서 34 条， 개발하러 还有违 지원해서 背饶益有情戒 다가나 的 히 12条 상하 等等。 거울이야 지단 다 所以透过 똑같다 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 망고시 懂 어려지 得 이 싸웠다 如何利 거지 益众 애는 生，避 가베시 免伤害 미봉야 众生等等。 라말레야지 再讲到密乘当中吧， 대박 那 이지시야 戒律和三昧耶戒的 심지는 根本 인지오가 是什么？ 是 어떻게 不舍 차비도 正 하는 法，对上师有 다디나 信心， 라마든 还有 대박 对 예배게 众生有 누나 慈 그 悲。 죄람 되게 상으로 딱 所以跟上 망치 师相关的这些 라마지 行为哦， 大 디나로레네 部分초지리 可以说 루루세 都在《世 대 事法五十 디디스안에 颂》里面 디송아 哦， 수에기 다 被可以 진지 说 파워레 总结 그치 统 확 一的来做 거두기나 了一个阐 아니 述。 상하든 제외기 다 所 상주에 以， 가리게 디소이네 当我们深入了解了这 아라카도 些内容的时候， 我 대박 觉得 그야 对于认 디디사 识 다 跟 디디 密 되게 乘 되게 相关的伦理道德是非常有帮助的。 다 라망갑집에 숑나네 지 송샤베기 다 상주에 디디 상주에 서머다 所以， 상하고 从 숑니 셰베기 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世 상주에 事法五 제람 十 되게 颂》中啊， 다스는 게 可以帮助 토나마다 我们 토나지 认 때 识 있기 到密乘相关的伦理 딱 道德 말안 这个 수 部分哦， 제 其实很多时候都 제유지 是我 예바 们 있어 被 봐 我们忽 제유지 略的， 예바 就是我 다다 们没 셰 有特别注意的、 멋있어 留意的。 야 다다 셰 슉대 봐 但是呢， 라게 망부지어 봐 我们可以看 코나마 到 수에기 애는 现 내가 在 셰 很多健在的这 디 些 딱바르지 真正的 샤네 老的这 다 些上 누르는 师们， 제시 他们还是在实践 이내 在 딱 生活 맞을 中、修 토나시라 行中 되게 真正 되게 实践、 디 继续实践着这些内容的。 베게 잘해나 대하지다 아니 所以，我 라망가 觉得 집에 如果我 숑나 们留心的去观察、 송바디니 去认识 뽀로리야 世事法五十 대화 颂这些 가리야지 接下来会谈到 대화지 的内容 대화 或者之前讲的 큐 内容， 나는 就 지금 会发 토나시야 现 맞지 드네 인주사 很多这些老上师们 인주시라바 或者他们在生活中是怎么实 어디가 践的。 지금 ngot도 요마나마도 오늘 제비나 아저기 다 所以， 如 라기스 果我们 다 留心观察的话，对不起，留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 라마 게르 就 망부지 现在很多 차렌 的 제든 제시면 차디 这 요마 些 다나시 长 메다 辈或者 히말라야 上师们 규기 파마 게르 都在实践这 망부지 样的内容， 尤 수수기 其 제기 不只是西 미지나로래야 藏，整个喜马 라마 拉雅 집에 山 숑나 区， 숨바는 也不 신기 只是上师们， 다 很多这 벼랑 些我们的 망부지 父母 안에 或者这些 떨려야바디 长辈们， 땅 아주 他们其实在 투나마도 生活 이렇게 中 그래서 也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 아 些 다나 传统的。 시베라 땅 모양이 루규를 빼 참베기네 例如 까마귀기 说，我们 루규 看到过 돌려야 去一些 그게 上师的 공부는 传记， 진대에서 다 듣는 중요해 그래 那么就有在侍 다 그게 奉上 공부는 师方面 진대에서 真的完 그러지 全就 다 做到 준종 世事法 계획 五十颂的 나로래야 这些内容。 그게 공부는 像是在 이진과야 噶玛嘎 공부는 举的历史中， 진대에서 有位叫做 다 古玉 런주도 拱巴仁谦 요만한 贝。 거 까마부 숨어 那 런주도 주는 在贤者喜宴当中 아 记载 대양 啊， 숨어 他 런주도 是 이제 第 듀룽기 三 달래야 世 다 让冲多 듀룽기 杰的弟子。 수부디 듀룽 풀리 열어봐 다 듀룽기 달래야 마 当时呢，第三世噶玛巴让冲多杰他住在堆龙这个泥汤这个地方。 뿌준주디데 뿌다 那么， 준주디데 망보지 周围有很多的小孩子们正在玩这个收集这个牛粪，就是在玩耍着收集这个牛粪。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有一只这个狗啊，就冲了过来。 本来是这个绳子绑住的，但是他自己反正就挣脱了这个绳索，就冲了过来，那就来追这些小孩。那么，但这些孩子也都就四处跑嘛，就不知道要跑到哪去。那有一个小孩就特别聪明，他就呢钻到了哪里呢？钻到了就是一个容器，就是那种收集柴火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的底下。 就是他把这个容器倒过来嘛，然后他就躲在这个器皿里面。 然后接着呢，他就抓住那个绳子，就是狗的绳子可能还绑住的，但只是挣脱了柱子吧。总之，他就抓住那个绳子，但躲在那个容器里面。所以呢，这个狗呢绕着绕着也找不到任何人，结果就离开了。那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就很惊讶。那让冲多杰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问说，就是
命令你去找说他的父母是谁，然后也请问说这个他的父母就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小孩子献给他？那么，所以父母亲也很欢喜的就把小孩就供养给这个第三世法王噶玛巴让炯多杰。然后接着，这个小孩受教育了，就在这个世间法和佛法的尊者的这法王噶玛巴身边，他就三代了，当了三代的古语拱巴。古语拱巴有点像是大总管这样的一个头衔，叫古语拱巴。他当了三代这个噶玛巴的，就是他从第三世，应该是从第三世方开始，然后第四世瑞波多杰，在了第五世的这个的噶玛巴，他当了三代噶玛巴的古语拱巴，就是大总管，所以留下了这个无量的这个成就。结果当时就真的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甚至蒙古那边的很多这些王公贵族，还有这个藏地的这个大臣啊，还有说这个千户长啊、司徒等等这些，总之所有的官员呢，都非常的尊敬他。那么他除了大师这个之外这个头衔之外，大家都不会用其他的称号来称呼他。那么他在噶玛巴的教法当中身为弟子所做的一个贡献会说他是最伟大的。所以这是贤者喜恩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同样，那会说记载说，后来他成为法王噶玛巴的侍者。那从他身上呢，可以看出，他完全具备世事法五十颂中所描述的一切事实上师的修行方法。这是卢荣佛教史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后来呢，这个法王噶玛巴迪辛谢巴也是他好像是照顾的这样。总之，据说他后来非常高寿，就在公布圆寂了。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就是说，这样一位修行者，他真的就像世事法五十颂中所讲的这些教导，他做到了。所以对于一个合格的弟子来说，不仅说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所以世事法五十颂里面很讲的这些内容，它不就只是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种理论的体系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是这些谈到的世事法的一些行为跟一些这些内容是真的一个合格的弟子，他是可以做到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颂文，它是能师于师能见的周围近处所应修学的内容。所以不应于师前覆顶及沉浴，翘足手叉腰，安然而坐卧等等。所以首先看到有印度注解是怎么说的。那总之这里有提到说指妻床坐或前行有这样的内容。那这主要是指身体方面的一些律仪那床坐呢，它指的就是这个坐垫，有时候会是所谓的床垫这个床坐，它指的是坐垫或床坐。因为过去的人来说，他并没有有一个床，然后另外再有一个椅子或者是座位，不会的，他们这个座位和床呢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叫床座。
然后再来提到说这个坐卧哦，也就是在上面，在这样的床垫上安住坐卧。那么再来提到一个词叫前行，是指说走在上士的前面。那么再来是顶髻，顶髻就是指说头上的这种죽돌 세야된 골이야 베 다르기 레기 도스 구디 야베나타 पंजाब की सोच से पंजाब तीसरी की 那么 गोले आज 再来 ने 顶髻哦，डिस्ट्रिक्ट का 它就是指 और 说 तेरे 头上的 सुदूर 这 से 个 आवे 包裹 काटा 物哦，तीसरी 有 गोले 点像 आता 这个班加比哦，印度的 तेरे 班加 ने 比，他们头 तीसरी 上有 से 时候 तो 会那样包一个头巾 ताते ने चांग 等等。बस आते ने 那接着 ता 呢，内容有 थार 提 लागू 到 की ना बेस लागू एक सोच 所以 मा 宋朝翻译叫覆 थार 顶 मा 哦，चांग चांग से 另外一个翻译 मा 就说 थार मा चांग 顶髻这样 창 子。 बे ना बे 再来 माया 一个 से 词叫 जुग 做 हम 垂 दुआ 饰哦，或 पान 者 की 另 थार 外一个 चांग 翻译 से 叫 के बंगा हम 束 जगह 缚哦。दिया है 那 जी 过去来说，大概是有这 तने 样子 दिशा 的 से छिक तो जगह का 啊、जो कुंजन जो 缚， हिंदुस्तान तेले आची समुद्र में de ची गोल टियान ड्राम में de यो yung तो और 就 तीस 现在 किलो में 头上有时候会挂 ता 很多的 चने 东西，或者很 वे 多 वे 的 थार 垂 चांग सो जो 饰哦，क्वें गोल 等等。लीजी जो क्वें से है तें गाल देना 所以总之这不可以头戴的头巾或者戴着太多的装饰个啊，然后坐在这个坐垫上，就在上师 tene 前 ten la 面，你 gangba 是 jogwa 身为弟子不应 ten la 该这么做的。gangba sha de ge kar sor na den ge gang le ya gangba sha 再来是提到 ane 说置足于垫， ta tene 那么是说将脚放在这个坐垫 ni 上。 ja ten la gang ke pa la sha de ke pa 接 la 了 sha de 接着有提到 ke 说 pa 叫 so su 做 sa ne 手叉 chang ra le 腰， ya so su chang 或 ra 者 sha 说 ya 就 ba de 是这 chang ra 个 le ya ke pa sha ke 哦 la sha 手 de ta 治 go 腰。 le da ka she yo res chi de ne so su chang ra le ya ane ke ane la ba sha de le ke la la wo res 所以它有不同的 야, 说 나는 法哦。这 소수기 一句 에, 就是说，즈메그 로래, 즈메그 술, 즈블로래야, 就是说 랑바 将 되지. 手背和 다 手 공부 放在这 사든 个 대신에 저거 다 조네 肋骨 랑바 的 샤. 侧面，就是再高一点这个 텔레야 位置，也 텔라라. 叫做手指这个 랑바 腰上。 개바 chen 도시 대야. 就是大概就是一般 야나 说， 랑바 就放 잡로래. 在腰上，就 다르기 这个意 좋아. 思， 개베 这是一种。再来呢，就是说 랑바 手 잡라 治 지 腰， 대야 지어봐. 是指说， 랑바 就是把两 잡로래. 个手呢， 아니 就是背 개베 在这个背 잡로래. 后， 도시 잡라 지니 대야 지어봐. 就 텔라 是把 텔라라 手 모르스. 背在后 다 面， 텔라 샤데. 放在腰部那个部位。 대단다 카시스도. 所 다 以 가다 개발로 도시 개세 这 된게 句 난라 야나 宋朝翻 라바 译叫 잡라 手 된 대리 叉 야가 腰， 가다 那 주 么 상로래야 近代翻译叫 개라 手治腰哦。那 힌두스탄 么 주 总之 상마 它可以是说，就 이란 是一 두두 般我们说 와레스 叉腰的 그래서 那个样子，或者说背着 다디 手背放 징디스 在背 다디 后 된다 도도록 腰部。 제송가 베게 레베 所以 나왔다 总 고다 之我们看一 도도리 下宗喀巴大师 숭게 的 티 가르스 解释哦， 티 가르스나 他的 메데는 두바스 라멘 注 두두 解中是 디샤오 这样 다 가다 说， 라멘 就说 디리아 라멘 坐在比 식셀 这个上师 지지와 高的 가르스 坐 아디 垫 가르스나 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被允许的。 라메기 듄리야 아니 베 댕가리야 데데는 저거 말해서 다전에 드로에 갑리야 라몽문도 라메기 문리야 드라 但是坐在 라망예 一般的 페오르 坐垫 소소 上呢，并 라메기 未 듄을 被禁 드라야 止哦。 말해서 然后再来行走的时候，다 这里 죽도록 说 당 前行嘛， 죽도록 意思就是说不应该走在上 집어사든 师的前 라멘 面。 듄도 딱 하다 뒤상으로 라메기 듄을 사디기 찌디 자고 还有就是说， 라멘 它就 듄은 是 죽도록 前行哦，都应该要放在前面哦， 야 都就这每一句都可以 다는 加上去的。 신기 还有说不应在 대라 上师的前面面 데베 前 갑리야 绑着头巾或戴 라망예야 着头饰。 데딘도 还有置足于垫，它的意 델 思是 데베 说 라마 모슈고네 소수 不 데데 应该 저거 比 말했어 上师先踏上 다는 坐垫。 신기 라마스타 저올 네바 소마르베타 还有再 라마스타 来就 징게 说 가르소 아니 置足 소수 于垫，还 데가 有一个意 데는 思 저거 就是说， 말했어 如果上师站 다는 着，但自 신기 己坐着，这样也是不行的。 아니 깨발래야 라바샤네다 还有 깨세 就 준비 是 깨발라 这里叫 라바시 手 사디 治腰哦， 윈센데나 라메 총데는 저거 말했어 也就是说手不可以放在手不可以放在腰上等等。 다 가다 된다 도도도 고아르디 고 레라버 시제도가 가르스나 所以总之呢，这一段并不是도다 太难了解的。 라마 페비용 거래야다 메덴 사드 미세지 과면로
지당 대가 대초 말했어야 지키지 있어 말 라메기 식설이야 대가 대초 말했어야 지키지 있어 말 지금 예대가 대초 말했어야 예제 대초 말했어야 리치면로 안다나신 드로에 qable야 라면 뒤는 패 로 소소티 잡로 친체 들어오도 와 팅산데 계급도 bombo도 야 90세 누사양所거以现在来운전이讲，有的时候也是 땡땡 잡로래야 啊、용고도 와比如说 맞아야 不会走 소소 在 지기 上师的 로다 前面，或者现在来说也是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吧。比如说，这个有贵宾来的时候，也会请他们走在前面啊，等等。这里你也看到，对于上师的话会这个样子一些形容。 딱 고양 미세지 알아주 샤모들이 고야 여러분 지 검샤다 샤다사 여러분 고 미세 거바 거제체야 쇼가르든데 수백업든데 제백가다 那当然，除了是一些特殊的修行的时候，法会的时候，可以头戴一些特殊的法帽啊等等是可以的，但是其他一般时候是不可以这么做的。还有这里提到说，在上师还没有坐在坐垫上之前，我们是不可以先坐下来的。现在我们都在这么做。还有或者说上师站在那儿，然后如果我们是坐着，这也是不行的。还有在上师面前，不可以这样子手叉着腰站在前面，或者说是手背在后面啊，这样子这些都是不行的。好的，那接着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颂文。那么一样是看得到，上师看到的眼前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是说，或是缘令作，勿疏于双足，常具诸威仪，施起速当起等等。我们首先一样看一下印度的注解哦。那么这里提到就是说，燕卧不应该卧着，就是说在上师的面前不可以这样子靠在那儿，或者是躺卧着，这样都是不行的。然后再来是不坐一样，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坐在那儿。然后这里说起立，就是说上师当他起立的时候，所以这里总之是说，当上师坐着或者起立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坐着的，当然也不可以这个躺卧着的，是不行的。然后再来是恒常都应该怎么做，常具诸位仪的恒常都应该怎么做，任何时候都应该积极的去这么去做。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哦。那么这段颂文中，就是上师安住或起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安坐等等。那宗喀巴大师就提到说，在恰意识的译本中怎么说？但是恰意识这个译本现在已经目前是找不到的，但你可以看到宗喀巴大师当时是读过的，所以他引用了。他引用时候他就说，恰意识的译本是说，上师若是坐或立，不应躺卧或安坐，他是这样翻译的。所以这样的翻译就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当上师呢站立的时候，弟子是不能够躺卧，也不应该坐着；而当上师坐着的时候，弟子是更不应该躺卧着，是这样子。然后再来说，应当善巧心坐，那就是说你应该要非常的清洁，就是很敏捷的这样站起身来，然后很快速、很敏捷的完成上师所交代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有些弟子哦，他有这样子的特质，或者说就是上师一说他要怎么做，或者如果上师一来然后结果他还是那边懒懒的、慢半拍的，还坐在那躺在那儿，那绝对不行的。他要非常敏捷的、非常适时的、很快的就比如说站起身来。所以也就是说，他是要非常要眼力劲嘛，就是说他是要很能够
察言观色的啊，这个上师他可能一个动作就知道他是需要一杯水，而不是像是那个驴子一样，或者是总是傻愣在那儿，不知道上师到底要做什么。有些人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总之这里就是说善巧心作，或者说这是近代的翻译，反正宋朝翻译就是说素有一个素当起或者素当作，就是他必须要非常懂得察言观色的，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像是个尸体躺在那儿，就随时你都要这个非常的紧，就是这叫做机敏的善巧心作这样的意思。所以根据印度的注解哦，这里的内容就是在教导的是身体方面的律仪，因为有身体的、语言的等等各方面的律仪嘛。那根据印度注解，这一段主要讲的是身体方面的律仪。好，接着在下一个颂文，就是若于经行处，不应随举步，端谨立于旁，无弃于剔唾。我们看一下印度的注解，那也是这里用另外一个近代翻译比较贴近了，就是说除前、口唾、意默等。那这里的剔唾它主要指的就是像的痰啊等等这些口水啊等等都包含在里面。甚至也包含这里用了“等”字哦，主要也包含了像鼻涕啊，或者说总之或者牙垢啊、舌垢啊等等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总之呢，在上师面前啊，这些都不应该随便的，不可以随便吐痰啊，或者把这些脏的东西吐在地上的。那在过去藏地来说呢，是地广人稀的，然后，但是呢，以哦，在在当时呢，的确，就说藏民因为的这个地广人稀嘛，然后也的确就会乱吐痰啊，或者这个鼻涕就这样子一挥就把它丢在地上。但现在来讲呢，尤其在现在社会里面啊，这样子的呃行为举止是很不好的，随便的吐痰啊，或者随便的这个这些都是不好的行为。主要这一段讲就是这个，它叫做不应该随便这么做，而且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当然在上师的面前，这些是更不应该做的，就是口唾意沫，还有再来提到就是说伸展其足于坐垫，也就是说什么呢？这里要改一下，就是藏文的有一个错字。那总之这一句是说伸展其足于坐垫哦，也就是说你坐在坐垫上，但是你是伸直双腿，这样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种呃放逸的一种行为哦。然后再来是提到说经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往来经行哦，它指的就是来回走动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师面前也不应该这样，没有就是随便的这样子来回在那儿走动。再一个呢，提到的是，宋朝翻译没有这个，但是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争论，
它不是说这种佛法上的这种法坛，或者说这种辩论，不是的。它主要争论这里就是说，呃，跟别人吵架这种不和谐的这种争论吵杂的这种情况都不应该在上师的面前这么做。那接着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解释，这里的唾液等等啊，它就包含了鼻涕啊、痰啊等等这些，都不应该在上师面前随便这样子乱丢乱做。再来，呃不应该在坐垫上呢伸直双腿，还有不应在上师面前来回走动，还有不应该在上师面前在那儿争吵，跟别人在那边争辩。那这些行为呢，在上师面前都不应做，因为这样是不恭敬的。这一宗喀巴大师这样的解释也很清楚哦。这一段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所以在上师面前，就是这种不应该伸直双腿这样直直的面对着他这样坐着，也不要来回走动，然后也不应该跟人家吵架，在上师面前发出争论之语。这些都不应该做的。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颂文。然后义务于师前，私切而言说，及临近语笑、歌舞作唱等。那这一个颂文其实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来说，因为依照宗喀巴大师的解释哦，就是说这个颂文的前两句啊是属于这个能够看到的情况，后面两句是主要是声音的部分，是能听闻到的部分等等。所以宗喀巴大师是这样子分开的，但这里我还是先把它都放在同一个投影出来哦。那这里看印度注解的话哦，它这里有一些解释我并不是太清楚它这里的文字的意思，所以就说互相哦，然后那么宋朝翻译这些都没有特别翻译出来哦。所以总之，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摩擦肢体或舞乐等等。那在藏文里面都有一个互相的这样的意思。总之呢，就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等等，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些解释。好，总之接着谈到就是说交谈，就是说共同讨论听到的事情叫交谈。然后再来有提到歌咏伎乐皆不应哦。那歌咏就是说像唱歌啊、吟咏啊，伎乐是指弹奏各种的乐器啊等等的。然后舞乐是指这种舞蹈动作。总之这些在上师面前都不应该这么做。接着我们如果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的话，他这里就说在上师面前不应该这里所谓的摩擦肢，
之分哦，它指就是不应该在那边这样， 밀리지아요 말. 就是说 다야. 搓手啊，它有这样的意 밀리지에 思。 되는데 총고로 땅에 然 거야. 后再来不应该跳 총고로 舞、 뼈를 唱 굴러 歌、 된 거야. 演奏乐器等 다는 等。 신기 지금 로모동 同时最后宗喀巴大师说，除非是在会供等等特殊的场合可以做这些哦，比如说唱歌、演奏乐器。但总之，如果任何其他时候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或者也不是在这些特殊会供的时候，都不应该随便的像摩擦这个双手、搓手啊，不应该跳舞啊、唱歌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这些都不应该做。那接着是于师能闻的周围近处应该要做的修学是什么？那近代的翻译就可以拆成两段的话，就是说这一段是加行众多杂言论，能闻近处不应做。那投影出来呢是宋朝的翻译哦。那么，那首先看一下印度注解，这里的言论，它主要是指各种可能派系之间吧，或者说这种的各种对话。比如说有不同的派系啊，比如说是藏地来说，康巴人是怎么说，这个呃这个威藏地区的派系是这种的说法等等。那或者说，教派来说，噶举是怎么说，萨迦是那么说，格鲁又是这么说，或者是他们宁玛又是怎么说。就总之，这里的言论啊，这些在上师前面这种派系的党派之间派系的这种言论啊，是不应该说的，所以是不应做。能闻近处不应做，就是不应在上师的面前这样子做。能闻近处就是说能被听到的范围，就是说上师所能听到的地方都不应该这么做。所以宗喀巴大师注解哦，这里主要提到的是说，在上师能够听到的范围之内呢，都不应该进行各种的这种各种的闲谈。다 전에 제종갑의 친구기 사제 시샤 체비나 那接着呢，我们在下一个颂文是依止如理行为。这个科判是依止，我们应该要具备的如理的行为是什么？那么前面是谈到不可以做的一些是什么？那么接下来谈到是应该做的正确的行为是什么？这里或令坐或起，各安许礼敬，或于显露中自己做前导。那么，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印度注解。这里说宋朝翻译是礼敬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鞠躬哦。总之这是指行为上的戒律哦。总之鞠躬这里就是说行礼之后，然后接着有一句说从坐而起哦。就是或起，它指的是说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然后等等，还有这里有提到说，黑夜渡水道可步，这黑夜是指夜晚，渡水是说要渡过河流，道可步是指这些危险的道路。宋朝翻译就是显路哦。那么得教令以能前行。就是说，在请求上师，然后得到上师指示之后，那么可以在前面引导上师前行，因为天很黑嘛，是黑夜，或者是要渡过河流很危险，或者要经过的是比较道可步危险的险路的时候，得到上师允许的话，你就可以走在前面引导上师，不然就像前面说的。一般时候是不能够随便走在上师前面的。那么宗喀巴大师的注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鞠躬这是很恭敬的一些行为，无论是当你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或者无论是弟子是坐着的时候，
都必须要具备一些恭敬 다나싱게 的，我们说仪态跟 천하모다 行为。 다나싱 축게알라 然后 소바틴데 再来就 냥가다 지바 是 예베가 提到在 랑갈래야 夜晚还 아니 有渡河的 다 时候，或者在比较危险的这 라말래야 个 공부 道路 실세 上 아니 行走的话， 수응해내야지 那么 그나 应该要先得到 천하모 上师的一个指示， 랑가세오냐지나 就是说 녀네 好， 따지시나 弟子 라다 你可以走 다나 在前 출레 面。 你 소바틴데기야 得到这样的指示之后，才可以 지보예베가 走在前 랑가기나 面。 녀네 수수 추디 럽 당마 별이나 那么过去在 추그 这个 럽사 따여봐 藏区 다디 来说， 니상 就是会有这 니상 种 추그 럽사는 미마체 구마르바 와다 딘디체제 有 가다라 这样的一些用词， 년 就是 따지 渡 셴나 河啊等等的。 로고야르 딘디 충분히나 아니 总 라말레야 之就 나와 是， 로에미나 아니 如果 예바요 得到 마레 了 소냐 上师的允许啊，那么你就可以走在前面。 다 되네야 무튼 쉬아이다 好，接着我们再到下一个颂文， 다 那么也 숨바 是 미리 科判第3个部 젤랑가 分，就 셴 是 템바 其 다 他的一些 자기 不如理 공도다 的威仪哦， 什么是不 셴미셔바 该 셴 做的一些 루베 威 젤랑 仪 망부 所 숨바레 단도 所说， 다 디나라 먼디베기야 那么 미리 前 젤랑 面 셴다디 因为这个 다 颂文 저기 讲到了 셴디 该 딘디 做 손 跟不该做的 대야 内容， 소빈기 接着这 동미도 一段主要是 로란데 谈到还有一 인지도 些 까왈라서 때미도 没有被 소빈 提到的， 장미 샤사데 所以说又不应于前，다디 身陷 가르쳐 疲 버렸어 劳相，屈指节作身，倚柱及墙壁等等。那这一段主要讲的是，我们看一 달로르 下 덴베 로마로르다 덴바티스기 류 印度的注解里面提到聚 류주와 会， 아는 까왈 也是一样， 덴바사 另外一个注解有用到 까왈 翻译 덴바사 出来了， 까왈 近代翻译就 얘기하셔 是聚 데라 会只有智慧的人。 까와디 그 참바 좀 있어 까와지 보면 这里说 찌벌레 倚 니에네 柱， 안자 아는 밀랭에 니에네 或 안자 者 그 소마 说 디난 도요 송샤 它这里翻译是说 다 扭曲身， 소미치 就是 장지 扭动 샤바 身 샤디 体， 그 还有 소모 不应 그 以背 장지 倚柱， 샤디 不应依靠 소미치 在 깨바드 这 챤네 个 다디 或者靠在这个柱子上的意思。柱子是一个代表，就是你不可以随便靠在墙壁或其他的物体上。 제종가바 等 시기 等， 레바드 샤비네야 아네 람 再来， 가르레스나 宗喀巴大 라메기 师的 디네야 注解 론댕 是 로마티기 说，就是 류주기 说， 주야 在 당바 도 轨 소라 范师面前 수수 聚会 샤 的弟子 아는 不应该 가와드 左右 츠발라 소발라 这样子 갬베 扭动身 디알라 体， 소미치 然后也不 장월 应该 미샤 要背倚靠着这个 소미치 장월 柱子 미샤 和墙 사디 壁，然后再来呢，不应该去 소미 칙사데 데 당아 算这 소모레 个手指的 칙숨숨 关节， 소모레 칙숨숨 칙니 숨여봐 比如说我们有3个指节嘛， 장월 미샤 사데 就不要去数算手指 가우가르 关 장아 节。 장사 칙지 용디도 와 소미치 장월 미샤 사데 다이네아디 장월 사데 간데데스나 但所谓的不要去数算手指的关节，那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有的人会这样，就是会那个扳手指，然后会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去拉，然后去扳你的关节。他就说，还有人会那样子会扳你的手指，这些都不应该做的。 然后就是这样扳手指会发出声音等等，这些在上师面前都不应该做的。然后也不应该总是像是靠着这个柱子啊等等的，或者在那边左右扭动身体，这些都是不应该做的。扳手指啊等等都不应该做。好的，这些并不是太难理解哦，重点是能不能做到。 有时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接着第6个就是身语恭敬的部分。那么首先是身体上的恭敬，再来是第2个是语言上的恭敬。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如何恭敬的部分有8个嘛。 那么有8个部分前面的5个讲过了，所以我们进入到第6个，就是我们在身体还有语言上应该怎么样做恭敬。那么首先这是第1个投影出来的，或晚衣着足及早浴等事，先白师令之。 所作无令见。
所以这里 얀데기 的就是 공부를 提 채비나 到 가르쳐서 사는 강보 주어서 洗 되게 다 足或 라메기 涂 섭 身 줘야 呢这两个部分。 라메기 섭首先 추 洗足哦，就是 주머니에 像 버려야 是洗脚， 라메기 섭 주머니 用 대 水，像 추가 是 줘야 清洗上师的脚部的各 되네 种的污垢等等细小的意思。 주어서 저 건주어 再来 涂 루주 身哦，或者是 루주사 洗身 원래 体， 채비나 대충 가르쳐야 所以在藏文这里是用洗身体，用了洗这个词哦。 얀데기 공부 채비나 但是呢，我 류리야 们看 디머르 印度 주야 注解的 루꼬야 话， 주어야 那其实是涂身的， 바우사가 不是 가시 洗 꾼 身。 바우사가 가시 꾼 아무나 바우 가시 꾼 류꼬 아마도 류주아디 민베서스도 그래서나 디머르 주네 라도 류리야 놈주가 那 어떻게 所谓的 가야 涂身呢，这是一个 레이디 传统，比如 산티파지 说会涂油哦， 라다 像 테버 是 차스면도 선선으로 스트레스도 류꼬라면 芝麻油啊 셔가 等等会 당보대 涂 당보 抹体哦， 류주 是这个 강버 意思。 주스야데 샵데 축 줘야 돼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 류꼬야 洗足， 류리야 디머르 줘야 돼 清洗， 디머르라 써봐 되게 돼 가르쳐 然后 구슬이야 涂，然后第二个不是 놈 洗 줘야 身体哦，而是涂身体哦，是这样的意思。 지와사드 아니然后再来擦拭哦， 책당 是说用这个 샵디 책당 呃 착 책디 소리야 지 지치치야 니와사드 딱 用 어디서 마사지 당 줘봐 마사지 东西 당 来 되네 擦拭身体 뿐이시야 哦。再来 지 가르쳐 按摩， 라메기 就是比如 루파 像现在 지리아다 리버티야 들리죠 되네 用，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马杀鸡一样这种按摩。 다 대체배 qabla 차능원도 드러वे 차사 대 차능원도 드러वे 차사 되게 아니 가르쳐서 디좀 마제배 권량에래 차세 되네 아니 제고래서 소리래 所以等字里面就包含，就是说要很轻柔的，然后等等来服侍哦。 대화를 만들기 지들이 봐 차오 지들이 차스 주사네 지들이 봐다 갈 지갈 가르쳐지 그 강라 강대로 지어오래스 다 될래 안 빼나 라마 카시기 샵들이야 양지 축 주비나 양지 구수기 내다를 윤시로 미세예비나 아니 축 주야면도 될래야 짐바든지 짐바서만 딱바기도 추체 주야든 용디도 와 어딘데차 딘데차는 그래서 인지미지 축 주고 약게 요 말해 소리 그래 지들이 차사dik 那我们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的话，这里就是说为上师洗足哦，或者说涂身等等，或者擦拭或者按摩等等，这些服饰都是应该要做的，而且在做这些之前都应该要先顶礼的。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哦。 平常我们会礼敬，我们心中想的是说，哦，是站起来在那顶礼，在那拜但是按照印度的传统的话，并不是那个样子，并不是每一拜都要这样站起来再拜下去，就是你一直是跪着的，然后就跪在那里，然后三顶礼是这样子的。 像是过去或者像现在这个南传佛教也是不会这样站起来拜的，当然也不会大礼拜，就是跪在那里这样子顶礼跟拜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在做这些服饰侍奉上师的时候呢，的顶礼哦，并不是要站起来那样子拜的，所以过去印度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你一直是跪在那里的，要做这些事之前呢，要顶礼，要拜下去。 还有像我听过在泰国呢，
他们的这个按摩是非常出名的泰式按摩。那么过去呢，他们也有这种为这种国王要这个按摩的，那么那是要非常非常恭敬的。譬如，首先要向国王这个按摩之前，要先三顶礼，然后按摩完之后也是要三顶礼，要行礼的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过去有这样皇室中为他们按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这些传统。还有像为上师这个理发的时候，理发的人也是要在前面还有结束之后都要三顶礼的。所以就像这里提到，在侍奉上师的时候，那么总之都是要表示恭敬的时候，都要在前面，还有开始之前，有这样的一些像是我们说一些仪式吧，代表恭敬的，代表非常的殊胜的或者的意思而要在开始前先有这样的仪式，顶礼的仪式，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也会要这样子做顶礼的。 它主要有这样的仪式，也代表这样的行为它是殊胜的等等。好的，在接下来呢是这个语言上的恭敬，又复于师名，不应折称举，设有顾问者，当视之一字。我们看印度注解怎么说这一段。宋朝的这个翻译可以看到对比的时候少了蛮多的总之看到这个印度注解也有一些跟印度注解里面的翻译也有跟藏文引用的宋文是有一些不同的。好，总之这里提到说称说，就是说在说上师的名讳的时候，不应该直接这么说。那要怎么样才能是恰当的称呼上师呢？是说要在名后随行面前闻，就是说在名字的后面或者在名称的名字最后部分要有这样一个尊前这样的一个词。譬如说某位上师叫做吉祥宝源极尽的话，那应该要称叫做极尽尊前，有这样的一段话。那如果这样的称呼让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有一句话，总之这就是说，为了要让人能够理解，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敬词。那譬如说某处的、某地方的、某座位的、某行为的等等这样的行为就说以他特殊的这个功德来称呼对方。比如说，总之这里在说，比如说某位上师叫做吉祥宝源极净，那么不说他的全名，而只是称极净，然后极净最后要加一个尊前，这样子就可以的。但如果您说极尽尊前，但你不知道在说谁，因为前面的名字都省略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加一些特殊的功德，譬如你说哦，这是印度东方的极尽尊前这样就可以，要说出地点或者它的一些特质，或者它是大极尽尊前，加一个大字在前面也是可以的，就让人知道他是谁。
其实这样的这种说法哦，我们在律部里面也有看到一些类似的规定，像是释迦光尊者他所写的这个300颂律哦，他的这意思就是说，为了表达目的而使用敬语。那么对于恭敬顶礼的亲教师，要称他的名字；对年长者要加尊者来敬称他；对年轻的也要称巨兽，有这样的敬呼。同样在这部300颂律的自释哦，叫《明灯论》中也有提到，为了表达目的等而使用敬语，它主要是为了要某种目的来提及这个清教师的名号，所以要使用这样的敬语来恭敬的称呼清教师的名字，所以不应该直接称呼或用其他的方式称呼。然后同样对于年长的这个僧众，前面要加个尊者；对年轻的僧众呢，要加一个巨兽，或者应该要使用上上座这样子的敬语来称呼对方。所以总之这一段律典中的内容就是说，当我们弟子在提到自己的我们叫做亲教师就是所谓的堪布亲教师，因为他们是非常尊敬的所以前面要加一个为了某种目的而提及名号，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容。比如说 Gama Lojo Sengye 前面就要加一句为了某种目的而提及名号，就是说我这里不是随便说他的名号的，是为了某种目的，我现在要说上师的名号，然后说完这一句为了某种目的而提及名号，然后再说上师的这个名号。那么现在说这种堪布或者亲教师，已经是变成像一个寺院的堪布、寺院的亲教师。但是呢，在律典来说，只有为自己受戒的这一位才叫做亲教师，叫做堪布。所以你不能够随便称呼不是自己的亲教师的人为亲教师，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从一开始就被取名为他有这样子的亲教师，这样子的取名叫亲教师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称他为亲教师的话是没有过失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藏传佛教里面，在过去，那么会提到一个，就是说会加一句叫提及名号是困难的，就在一个名号前面会加这一句话叫提及名号是困难的，后面再加一句为了必要和为了特殊目的而提及名号等等。然后这些都说完了，才会说出上师或亲教师的名号。所以总之前面会号是困难的形容，然后再加上一句说为了必要和目的性而提及名号，再加这一段，然后才会说出上师的这个名号。还有一种习惯是说，在喇嘛就是上师还在世的时候，不会说这个提及名号是困难的这种形容不加在名号前面，只有在上师圆寂之后才会这么说的。所以就说上师在世的时候，可以加说为了必要和目的性而提及名号，有这样的用词是可以的。但是在世时不会说提及名号是困难的这样的用词。总之呢，这些形容都在形容，就是说，对于上师、对于亲教师是有很大的信心和恭敬心的。所以其实不只是佛教里面，我们说很多的文化，那当然尤其
就说直呼其名哦，这是并不是很尊敬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像是比如说一般说对于很多长辈啊、晚辈也不会直呼长辈的名字，那或者学生，我们有的时候会称呼或者对藏传佛教会对不起，藏族文化里面会称一些长辈，我们会说叫是 Genla，Genla 就是有点是老师这样的意思。然后或者对一些长辈男性会称巴拉，或者阿玛拉，就是女性的话称阿玛拉等等。但如果说，但如果现在也要小心，没事对一个人就说，你说这位老先生，那你可能也不想，或者就是就有点像你看到一个人神，那他听了可能有点被冒犯。但只要尤其女性，如果一下称呼她说这个大婶啊、大妈啊，她一听可能就气坏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好你可能就说这个贼妈就是美女啊，或者说这个等等等等，这样也是可以。不管是不是她真的长得美不美，有时候这样一称呼她，反而也很开心。当然，这是一个一般的例子哦。但有的时候，所谓的要敬称，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晚辈对于长辈的一种尊敬，表达一种尊敬，或者一般人我们会说对于别人，对于对方，你从一个称呼上啊，你就可以看出是不是有考虑到对方，或者有没有在乎对方。哦，就是他主要的尊敬啊，名称上有这么多的注意啊，他主要就是对于别人的一种表示尊敬。所以其实所谓恭敬用这样子，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一种在乎等等。所以有时候为了让长辈欢喜，或让这个上司欢喜，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言辞上，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的，比如说不会直呼其名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当成就是一种规范，或者只是某种礼数而已，或者传统的一种习俗而已。它其实代表的就是说，呃，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这种行为语言啊，真正这种是透过这种方式是要表示出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尊重。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好像外在表现上好像很恭敬，就是好像在那装着很恭敬，但其实一个人他是不是装着在那恭敬啊？但其实我们是感受得出来的，就是说他内心并不是真的尊重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表情，或者说从他的很多行为，或者说语言上、用词上，其实你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像这里所说，用用这样的用词语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好像米居多杰尔曾经说过，信心跟恭敬哦，它主要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说，信心主要是经论里面谈到的，那么虔诚恭敬主要是口诀修行上会用的。而且呢，这种虔诚恭敬哦，它有个特点，它比信心还更深一层哦。它指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恭敬哦，或者虔诚恭敬哦，它还代表了是你的身体行为，还有语言是不是真的恭敬、尊重。所以这种恭敬啊，它就代表了这种身体语言上的行为，所以它比信心啊这种比较是心理上的
比较可以 따이나 说 디 셈나야 抽 야니 象的 근데 心理上 딜 的누가 그 一 넘겨 种 봐 感 그 受。 투버치다 대야 但是 좀 虔诚 똑치 恭敬 누가 첨부 它是 센터 能 버리 够外 첨부 显 그냥 于 아니 你的行为 누르셔야 돼요 跟语言上的，所以 디 这是信心跟 아 我们 지금 说 밀레리 虔 남자 敬 토는 虔 아주 诚 세요 恭敬有些不同。其实我们从密勒日巴大师的传 바다 记里面， 마발래야 我们就可以看到 내가 这 이 一 대화 点。 전에 세시 他对于马尔巴大 미시 师 아주 不只 미신가 是有信心， 이제 전에 그리고 이제 제 세시 랩샤가 zaman 봐 코란 그 或 누나 者 그 别人 넘겨 说 토래 他有信心而已， 바다 마발 而是 대로 你 우리 看到 가리게 密勒日巴他 그것을 더버지 如何 통 真的 토야 在他的行为上， 누나 그 넘겨 토래야 让人可以 사상 看得 말에 出来， 세시 他真的做到了 세세 很多 팅도 恭敬的 탁 行为， 와도 这是 제일 别人都 모르겠어 能够感受到的。因为 제가 他说他有信心， 信 누구 心你 첨부 是经验 예비야 不到， 이런 旁 지 人是感受 코란 不到 누나 的。 그 넘겨 토래야 되게 슉 되게 누번을 차상지 所以恭敬虔诚啊，它就直接代表是一个人很虔诚、很恭敬，就代表是别人能够真的感受得到的身体的语言上的这种恭敬的行为。只有信心的话就不一定，比如说一种欢喜的信心，它也是一种内心的心境而已，那而已。好的，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